歡迎返嚟 LF90，我係歐波蘇。今日繼續世界盃特輯，同大家精選10支人氣球隊，講下佢哋嘅戰績近況、嚟緊小組賽嘅對手，同埋最值得關注嘅球員等等。上集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巴西、德國、荷蘭、西班牙同埋挪威5支球隊啦。未睇過嘅可以點擊右上角或者喺資訊欄度揾到相關連結睇返。而今集波叔會講埋影片封面剩低嘅5支球隊，等大家做好晒功課先去迎接世界盃。如果中意我嘅分享，希望可以俾個 like 條片同埋撳個訂閱，等我有更多嘅動力去繼續創作。好啦，廢話唔多講，我哋即刻開波啦！今集要介紹嘅第一隊就係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嘅法國。歷史上佢哋曾經2次奪得世界盃，而且最近一次仲係比較近嘅2018年。自從喺呢屆高舉過大力神盃之後，法國近呢幾年一直都係各項大賽嘅爭標熱門。上屆22年世界盃頂住衛冕冠軍嘅身份，法國由小組賽開始就表現強勢，一路過關斬將，成功闖入決賽，好大機會可以成為呢項賽事近60年以嚟第一支成功衛冕嘅球隊。只不過最後結果係點，相信大家都仲好記得。法國同阿根廷激戰120分鐘過後，最終喺殘酷嘅互射12碼階段不敵對方，只好屈居亞軍，宣布衛冕失敗。4年後嘅今屆世界盃，法國捲土重來，喺外圍賽取得5勝1和嘅不敗成績，順利以首名身份晉級決賽周。不過或者係大家對法國嘅期望早就已經提高咗好多，對於佢哋嘅成功晉級，大家都係意料之內。反而喺晉級過程中，比較多人關注到法國嘅進攻似乎有太過依賴首席射手麥巴比嘅情況。面對外圍賽嘅對手，或者就冇咩所謂嘅。但係2年前喺歐國盃，麥巴比被強隊針對性防守之下，法國全隊功力疲乏嘅畫面，就不禁令人擔心會喺今屆世界盃度再次出現啦。由於今屆決賽周破天荒有48支球隊參賽，所以基本所有強隊都被分隔開晒。小組賽可以話係俾強隊熱身磨合嘅訓練場。而被分咗入 I 組嘅法國，同組對手除咗有上集介紹過嘅挪威之外，仲有世界排名14嘅塞內加爾同埋57嘅伊拉克。今屆除咗每組嘅頭2名可以直接出線之外，仲有8個席位留俾表現最好嘅小組第3名。所以喺呢個新賽制之下，法國要晉級淘汰賽，相信都冇太大嘅問題。只不過對於目前世界排名第1嘅佢哋嚟講，肯定只有冠軍先係球隊嘅唯一目標。喺值得關注嘅王牌球星方面，截至呢條片嘅製作時間，根據轉會市場嘅資料，法國身價最高嘅5位球員分別係效力皇家馬德里嘅麥巴比、效力拜仁慕尼黑嘅奧利斯，一齊效力巴黎聖日耳門嘅迪比利同埋杜爾，最後仲有效力阿仙奴嘅沙列巴。由以上球員名單可見，法國除咗麥巴比之外，優秀嘅前鋒其實仲有唔少。其中奧利斯同埋迪比利2位球員喺最近2年嘅表現突飛猛進，後者仲成為咗應屆金球獎得主。所以啱啱提到法國進攻過分依賴麥巴比嘅問題，其實係有足球條件可以解決得到噶。如果法國領隊迪金斯可以做好分工安排嘅話，咁相信呢個強大嘅鋒線組合，今屆絕對有能力可以帶領球隊再次衝擊世界盃嘅冠軍寶座。下一隊要介紹嘅係呢個世界盃特輯入面唯一揀選嘅亞洲球隊日本，外號藍武士，目前世界排名第18位，同時亦都係亞洲排名嘅第1位。由80年代開始，日本隊嘅實力一直都係亞洲前列。不過過去由於足球發展水平同歐美存在一定差距，所以日本每次入到世界盃都只係淪為陪跑分子，而隊史最好嘅成績亦都只有16強。直到近年，隨住越嚟越多球員外流歐洲發展，日本國家隊嘅整體實力亦都明顯提升。上屆世界盃分組賽雖然抽到有西班牙同德國嘅死亡之組，但面對呢2支傳統勁旅，日本竟然爆冷2戰全勝，順利以首名晉級淘汰賽。不過入到16強面對克羅地亞，喺激戰咗120分鐘之後，日本終究敗到喺互射12碼之下，再一次不敵16強魔咒。雖然上屆帶有遺憾出局，但係日本嘅進步各界都有目共睹。而藍武士亦都好快重新振作，喺今屆世界盃外圍賽一如以往保持強勢，以13勝2和1負嘅成績提早3輪鎖定亞洲嘅出線席位。而且喺近期舉行嘅國際友誼賽，日本約戰多支歐美強隊，表現亦都令人眼前一亮。當中包括3-2擊敗巴西，同埋1-0擊敗英格蘭等等。由25年嘅10月開始，日本就再冇喺國際賽場上輸過任何一場啦。今屆世界盃小組賽被分咗入 F 組嘅日本，同組對手分別係世界排名第7嘅荷蘭、38嘅瑞典同埋44嘅突尼西亞。對比其他小組，呢組嘅實力睇嚟相對平均，所以任何意外都隨時有機會發生。不過有咗上屆喺死亡之組突圍而出嘅經驗之後，相信日本嘅心理質素經已變得更加強大。
而支持佢哋嘅球迷，如果認為日本嘅實力已經唔再只係亞洲一線，而係世界一線嘅話，咁無論日本身處邊個小組，都應該可以對佢哋充滿信心啦。正如頭先所講，日本近年多咗好多球員留洋海外，所以目前陣中身價最高嘅5位球員，全部都係效力於歐洲球會，當中包括效力皇家蘇斯達嘅久保建英、效力白禮頓嘅三笘薰、效力緬恩斯嘅佐野海洲、效力法蘭克福嘅唐安律，同埋效力帕爾馬嘅鈴木彩艷。同以往封閉嘅年代唔同，日本唔再係以國內聯賽班底為主嘅隊伍。過去就算有個別球員成功外闖，翻到嚟國家隊，由於冇相近水平嘅隊友配合到，所以日本嘅表現始終都冇太大嘅突破。4年前世界盃開始以外流球員成為核心主軸，初試提升已經令人刮目相看。然後嚟到今日，經過多4年嘅成長同磨合之後，日本嘅16強魔咒睇嚟好有可能會喺今屆被打破啦。第三支要介紹嘅球隊就係備受球迷關注嘅提子軍團葡萄牙，現時世界排名第5位，過去從未奪得過世界盃冠軍嘅佢哋，可以獲得極高討論度嘅原因非常簡單，就係因為球隊有人氣球星斯朗拿度坐鎮。由佢21歲開始睇到依家41歲，今屆將會係斯朗第6次參加嘅世界盃。對於幾乎乜嘢獎項都攞晒嘅斯朗嚟講，剩低嘅大力神盃無疑係佢最夢寐以求嘅一個。上屆世界盃，葡萄牙表現起伏不定，最終喺淘汰賽8強被摩洛哥爆冷淘汰出局。當時就有聲音批評，表現不復當年嘅斯朗係咪應該要退落嚟，唔好阻住新一代年輕球員發展呢？而呢一連串嘅新聞炒作喺當屆賽事之後，亦都令球隊內部陷入咗複雜嘅人事混亂。不過呢一切嘅問題喺新主帥馬天尼斯上任後就已經得到解決啦。因為喺佢公開表示將會繼續重用斯朗拿度之後，媒體同球迷嘅議論得以平息，而葡萄牙全隊表現亦都重回正軌，喺今屆世界盃外圍賽取得4勝1和1負嘅成績，順利以首名身份晉級正賽。睇翻世界盃小組抽籤結果，葡萄牙被分咗喺 K 組，而同組對手分別有世界排名13嘅哥倫比亞、46嘅剛果同埋50嘅烏茲別克。如果用世界排名嚟睇，呢組嘅出線形勢可謂一目了然。身為小組入面排名最高嘅葡萄牙，唯一挑戰應該就係同哥倫比亞嘅榜首之爭啦。不過由於今屆賽制有所變更，過往首名出線嘅優勢喺多咗一輪32強嘅淘汰賽之後，基本上都冇太多嘅着數可言。所以喺小組賽階段穩打穩紮，適當控制球員體力消耗，留前鬥後，反而先至係每支爭冠隊伍嘅關鍵任務。由於世界盃賽程變多，對於近年板凳深度有所提高嘅葡萄牙嚟講，或者會係一個唔錯嘅優勢。目前陣中身價最高嘅5位球員，前3位全部都係嚟自呢2季表現特別搶眼嘅巴黎聖日耳門，當中包括域天拿、祖奧尼維斯同埋紐魯文迪斯，而其餘2位球員分別係效力 AC 米蘭嘅里奧同埋效力曼城嘅戴亞斯。至於話題人物斯朗拿度，因為有住41歲嘅高齡，所以當然就唔會喺身價榜度出現啦。雖然葡萄牙嘅陣容睇起嚟人強馬壯，被球迷譽為新嘅黃金一代，但係中鋒嘅位置實力標青嘅新球員真係冇邊幾個，所以長期擔任中鋒兼隊長嘅斯朗拿度嚟緊喺正賽嘅發揮係點，或者真係會決定葡萄牙今屆可以走得幾遠啊？唔知道今屆斯朗有冇機會登基成王呢？下一隊要介紹嘅就係今屆世界盃衛冕冠軍、近年人氣飆升嘅阿根廷。雖然球隊領軍人物美斯因為某次表演賽事件被唔少香港球迷討厭，但無可否認嘅係，近年只要有阿根廷嘅比賽，現場身穿藍白波衫嘅球迷一定係佔絕大多數。目前世界排名第3位，過去曾經6次闖入世界盃決賽，其中3次成功封王嘅阿根廷，早喺球王馬勒當拿嘅年代就已經吸納咗一批忠實球迷。再加上上屆22年世界盃，美斯好似電影主角咁帶領球隊上演嘅奪冠劇情，更加令阿根廷嘅人氣突破天際。不過有 feel 還有 feel，真正球迷最關心嘅球隊實力近況又係點樣呢？2024年美洲國家盃，阿根廷延續世界盃嘅氣勢，以不敗姿態一路贏到尾，順利捧走隊史第16個美洲盃冠軍。然後另一邊嘅世界盃外圍賽，阿根廷同樣勢不可擋，喺18場分組賽入面取得12勝2和4負嘅成績，拋開第2名9分之多，毫無懸念以首名身份晉級正賽。由此可見，阿根廷並冇因為22年嘅世界盃成績而自滿退步，反而正式開啟咗佢哋嘅黃金時代。今屆世界盃被分咗喺 J 組嘅阿根廷，同組對手分別有世界排名24嘅奧地利、28嘅阿爾及利亞同埋63嘅約旦。相比前面介紹過嘅其他隊伍，喺呢組入面世界排名一枝獨秀嘅阿根廷，無疑係抽到一支絕佳靚籤。
小組首名出線相信都冇問題，淘汰賽遇着邊隊都冇有怕。但係唯一擔心嘅就係到時已經39歲嘅美斯，仲夠唔夠體能去支撐球隊迎戰每場硬仗。上屆美斯表現雖然神乎其技，但係歲月催人嘅身影始終都冇辦法掩蓋得住。4年之後早已告別歐洲高水平聯賽，去到美國踢養生足球嘅美斯，喺今屆世界盃仲有幾多貨賣都真係未知之數啊！不過好在美斯身邊都有唔少出色嘅後輩可以幫到手嘅。截至呢條片嘅製作時間，阿根廷陣中身價最高嘅5位球員分別係效力車路士嘅安素費南迪斯、效力馬德里體育會嘅艾華里斯、效力國際米蘭嘅馬天尼斯、效力利物浦嘅麥亞里士同埋效力科莫嘅尼高柏斯。以上5位球員除咗小將柏斯之外，都係上屆世界盃嘅老面孔，所以阿根廷今屆嘅核心陣容同埋戰術估計會同上屆非常接近。而咁樣亦都意味住攻強守弱呢個長期特色，相信又會喺今屆阿根廷身上見得到啦。就咁睇人腳牌面，阿根廷今屆要衛冕嘅難度絕對唔細。不過4年前我哋一開始咪又係咁樣睇阿根廷，其他嘢唔敢保證。但如果想睇緊張刺激嘅進攻足球，就追實阿根廷嘅比賽嚟睇啦。最後一隊壓軸要介紹嘅就係大家都好熟悉嘅三獅軍團英格蘭。由幾十年前開始，每屆世界盃都會被國內媒體吹捧做大熱門嘅英格蘭，實際上自從1966年首奪世界盃之後，就再冇機會掂過呢個獎盃啦。不過目前世界排名第4位嘅佢哋，近呢幾年喺大賽嘅成績的而且確比以往更加對版。上屆世界盃英格蘭表現強勢，一直去到8強先至不敵當屆亞軍嘅法國。然後喺2年後嘅歐洲國家盃，英格蘭一班年輕新秀各自喺球會大熱大勇，翻到去國家隊甚至出現人滿為患嘅情況。雖然時任教頭修夫基被批評戰術保守，但總算成功帶領球隊闖入決賽。只可惜終極一戰對上實力強勁嘅西班牙，英格蘭結果都係遺憾落敗。連續2次大賽失利，令英格蘭喺歐國盃之後決定聘請外籍教頭杜曹成為新任領隊。而喺佢上任之後，英格蘭表現隨即煥然一新，喺世界盃外圍賽入面以8場全勝嘅姿態直接晉級。不過都唔好太快開心住啊！近幾屆大賽，英格蘭都喺外圍賽威風八面，但係一入正賽，莫講話面對強隊，就算對住一啲中游球隊，好多時都踢唔出壓倒性嘅表現，老鼠拉龜嘅情況更加係數之不盡。所以新主帥杜曹係咪真係有料？我哋都係留翻喺決賽周度先再慢慢評價啦。今屆世界盃被分在 L 組嘅英格蘭，同組對手分別係世界排名第11嘅克羅地亞、33嘅巴拿馬同埋74嘅加納。除咗克羅地亞要特別注意之外，其餘2隊嘅客觀實力相信都好難對三獅軍團造成太大威脅啦。雖然話就話波係圓嘅，凡事都有可能，但係喺新賽制之下，48隊入面足足有成32隊可以晉級，所以實在好難喺開賽前講得出預料英格蘭會小組出局之類嘅說話。不過如果一帆風順，冇咩意外出現嘅話，就唔係我哋熟悉嘅英格蘭啦，所以都無需擔心。單論娛樂性同埋話題性，英格蘭一定有信心保證啊！最後睇埋英格蘭值得關注嘅球星名單，目前陣中身價最高嘅5位球員，分別係效力皇家馬德里嘅比寧咸，一齊效力阿仙奴嘅懷斯同沙卡，效力車路士嘅高爾彭馬，同埋效力曼城嘅菲爾科頓。由於擁有全世界最受歡迎嘅英超聯賽，所以相信大家對一班英格蘭嘅球員應該都唔會陌生噶啦。不過值得一提嘅係，以上呢班身價最高嘅球員，有幾位今季喺球會表現都狀態低迷。如果世界盃開賽前都調整唔切嘅話，咁相信英格蘭全隊都係要繼續依靠32歲，目前效力緊拜仁慕尼黑嘅哈利簡尼啦。唔知道三獅軍團今屆最後會俾到乜嘢驚喜大家呢？我哋一齊拭目以待啦！以上就係今集介紹嘅所有內容啦，連埋上集5支球隊，你哋最睇好邊隊可以登上世界之巔呢？一齊喺留言區度傾下睇法啦！由下個星期開始，波叔將會做翻老本行，精選過往世界盃嘅經典大戰，同大家足本重溫。唔想錯過嘅，記得撳齊個訂閱同埋鐘仔啦！我哋下集再見。